伫假期有登记关心新住民甲移工的民间团体，即嘛是举办东南亚多元文化影像工作坊，那带少年朋友来认识移民甲移工的生活，嘛要培养有介意摄影的人，会当来记录相关的议题。 导演伫台顶说明拍纪录片进前爱思考的代志，来听的校员大家拢真详细咧听。这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办理的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，伫嘉义县民雄的活在家文化站，就用东南亚多元文化的主题开办影像课程。好像在日常中很常见这些人的身影，但是好像都不太了解，那会想去多去了解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，还有他们的 生活是怎么样的？这样让他们知道说，可能纪录片的本质的特质是什么，然后纪录片工作者的一些态度，或者工作方法大概是什么。那但是我们用的教材基本上也都是会跟移民、移工或新二代这些影像的素材有关的。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，然后更靠近他们，然后也可以让我的观点有获得一种新的观点。 来上课的校员当中，有新住民第二代，嘛有社工背景的人，拢是希望会当透过影像来呈现因对移民、移工议题的看法。我做过遮的代志，有遮的经验了后，我会当去甲遮的经验、甲遮的知识化为一寡记录，啊嘛替因遮的被害者，也是讲新住民去记录因。 来到台湾的生活，我感觉是一件有意义的代志。知道之后，如果真的要拍纪录片或者是走影像的话，会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。上课当中，导演嘛有分享新闻、电影甲纪录片无共的所在。刷来课程，阁会带这校员来认捌移民甲移工。导演表示，在有的时阵，校员拍的纪录底片都爱完成，时间嘛有相关的成果发表展览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